去泰國玩嘅真係可以放棄去蛇尾咖啡啦！大家好，我係鏡仔。蛇尾相信好多益友都聽過呢一間網紅咖啡廳，而家真係唔使再去噶啦。點解會咁樣講呢？因為以前蛇尾咖啡一個大特色就係有好多品種嘅咖啡，而且每日都唔一樣，有好多咖啡甚至你可能一個禮拜先可以見到一次兩次。但依家其實已經變成一種常規產品，你每一日都會見到呢一類型嘅咖啡，同以前嗰種每日都有唔同特色已經完全唔一樣。另外一樣就係關於價錢嘅問題啦。以前2014年左右嘅時候，嗰陣時飲一杯咖啡可能先1500銖，最貴即係2000左右。但而家基本上都係3500起跳，有一啲品質特別好嘅，佢仲可能會開到4000到5000泰銖一杯。咁嘅話，其實算起上嚟就唔划算。當然好多益友仲會同我講，對比起本國嘅咖啡仲係平喎。但我必須要講，你而家喺泰國，你唔可以總係用自己本國嘅價錢去比較。而且老實講，喺香港飲泰式咖啡嚟講，就只係2000泰銖左右嘅啫。你去到泰國仲要飲更加貴嘅本地咖啡，咁就冇意思啦。另外一個就係咖啡品質嘅問題，而家咖啡嘅品質非常之參差不齊。其實你見到100到200種嘅咖啡，但可能你真係得10到8種你係想飲嘅，其他嗰啲都係陪襯嘅劣質品種，而且好飲嘅多數都係想你快啲飲完，佢就每日不停咁樣賣。所以以前嗰種咩環境情緒飲起上嚟特別好，而家基本上係冇噶啦。所以我想講嘅係，曼谷真係有更加多好嘅選擇，唔需要再去蛇尾咖啡同人哋逼啦。